呢個唔係天災，係人禍，根本就唔應該發生。今次災難所犧牲嘅每一個人，就係因為你嘅自私，你貪心。你明知冇執法部門可以喐我，你仲要違反保密協議 ？You are losing your mind。你會乜都冇晒。我預咗呢個世界唔係啲有錢佬玩晒嘅，香港700萬人，差啲就俾呢啲咁嘅奸商害死。10年前嘅大火係佢造成，上次佢甩咗身。10年後嘅今日，我唔信，次次都係你啲奸商得逞。